烦恼得其不修，合其不讲，论其不能恕，不想不能改，讲是我有也。伊有啊，无得烦恼啥个？所以咱真正，咱有哪会晓安尼想？哦，这个未来咱安尼想。哦，想讲我应该着安怎行？哦，我这条路都会大条，康壮大大。哦，康就是足健康，壮就是足大的这个大道路。所以，比如大家日子嘛，拢会当转去，啊，咱唔转去。哦，所以咱一定要注意。哦，咱请大经来讲，今天走你一条路，哦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一组重阳会同奔八德超前。今仔日，哦，既然这条路，佫有灯光照伫咱照耀伫咱眼前，有光在带咱转去，哦，咱一定爱照安尼做，啊。这种的情绪，孔子用修德、求学、偏义、改革、定四项事来自勉勉励，啊，就家己勉励家己，啊，是一般世俗人所忧虑的，常言者是功名利禄，听无？世间总忧虑的，哦，头脑较好的，是咧忧虑。伊个忧虑个功名甲伊个利禄啊！我今仔日2间楼仔厝，到行加买一间无咩呢？搁买一间无，搁过口搁买一间无安。下言者是富贵言话，较下阶层的呢，地位较袂遐好的，是讲我看会当较富贵、较言华、较享受无，唯独孔子超凡绝俗。唯独有干空性人呢，超了凡间的一切，绝了世俗的一切。伊所忧虑的是修德、讲学、xử理、改革，因为这四者是学子正德修学的准绳。你来讲，伊所忧虑的是修德，德而不修。德有咧修无？遐日子嘛，要转去，要多少转去？要多少转？咱若想法袂安，所有财富咱都爱转去。你在生，若要兴功立德，伊口开含来，咱的囝、咱的孙，都对争财产啊！都咧争财产啊！无饲个讲哦，这阮阿公存落来，这阮老爸存落来，这拢甲写好伊。我咧讲我拢少啦，看恁教会有人问啦，我听讲少啦，我咧讲少。毋过吼，我交人上班个事情，阮中人陈经理伊生活嘛过事情，阮中人伊亏空的伊个所有的财产，还未亏空就拢写。阮老爸呢，到尾去身体都无好啦，拄咱重生的机会呢，我甲阮老爸讲，多少，你厝内这我起来甲你笑，阮妈妈坐伫边讲，你去笑我都无人开了。你真正咧甲我讲，阮妈妈咧甲我讲的，我都叫阿母啦。阮阿母真咧甲我讲的，讲你写哪了，我袂开啦。讲阿母你唔烦恼。你活后生呢，敢无当互你食？你唔烦恼。所以我就咧种，伊那有存7、8、10万，迄阵咧起活动，存少迄阵，我拢甲提写。但是咩阮对我这是要写，你要甲写。讲即阮后壁我要写啊，我通甲写。讲阮后壁，我有问伊个啦，我都甲写。甲阮老母啊。阮老母也是早就转去啦，无法度。伊就半暝讲讲，阮小弟伊住伫阮小弟我巢对面阮小弟阮小弟呢，叫电话甲我讲，哎呀，阿母咱在艰苦。我讲有影你安尼开门，我就过来看下。我开，伊起来伫遐坐，电话点伊就问阮小弟你哪样毋当困？你叫恁哪样创啥？
讲我6点工课，伊讲你若无咧工课，你真咧困啊，电脑后壁搁点倒你就一个工课。啊，我交遐济，啊，本来是想要转来，搁电脑遐济尔，阮本来想要转来，啊，即摆又等一下搁咧扫，啊扫阮咧空乌里头，讲啊，我来转来骑车载你来医院，我那离医院那是几安尼？我载你来医院注射来转来，啊无伫要吐倒，食药袂了饱，我从甲载，阮阿母我甲讲伊讲啊，伊拢昨天来。啊，我甲知伊，啊，医生看看讲，什么心血管阻塞啊，心脏血管阻塞啊，讲足危险的呢，这足危险的呢，哦，啊，就讲足危险，讲来照无到病房，讲爱送去小港，啊，我就事后甲叫电话互林良哲啊，即个毛豆林的后生啊，伊迄阵咧做院长，我讲啊，伊讲毋通送你，啊，你送去到小港无得较是半路。巧了，哦，啊，我即摆，就迄医生就出来甲我讲，院长讲要甲伊倒只球落，我讲好，啊，球啊，天要光，就拢好好啊，啊，甲迄阵8点外，将我点来开，我点开，伊拢无挨一个，无惨一个，拢点开，啊，心脏迄讲塌掉咧，都将我定去，我安怎，然后将我开，啊，嘛爱买讲话咧，哦。佫毋讲阮小妹咱无关伫遐，啊，逐个拢爱伫遐。阮5兄弟，阮4兄弟，迄阵阮老爸娘佫就走，4个兄弟啊拢来伫遐。阮小妹，哦，阮小妹，伊讲啊，菜无快无人，我讲伊等于煮饭，互咱囡仔食，互人读册。哦，啊，就从啊问这尔，啊，我安尼甲讲尔，同我电话通。哇，林良哲要上班哦，就赶紧走底下去看，哦，去急诊室甲我看。来，赶紧的，你找到病人订呀，赶紧的，来，到病房遐救我起来。啊，送去吼，去遐甲救过，有精神啊，有精神，因内面就是讲这较特殊啦，无院长，也无安尼啦，这较特殊。啊，来出来甲伊讲，你若要看就要看，真精神啊。啊，今日到一半尔，又搁再赶，讲哦，搁订啦，哦，搁订，恁出外口，阮来去。啊，这样定就怎么定，有精神啊！啊，所以伊了后，伊从安尼过死了后，伊嘛是剩7个左右。啊，我就叫阮袂使啦，阮两兄弟啊参详，我就来去了活动，了为了因就会讲要去遛步子，我讲好啊，我紧，哦，这袂紧啊，我好啦，我紧，我要安怎呢？啊嘛是自己学了了，啊，所以咱来了解。真正了解人生无啥有啦，哦，啊有做到咱的，啊无做无咱的，哦，所以来了解这个情